你送啲飯過嚟俾我食。呢句說話從一個81歲嘅老豆口入面講出嚟，把聲震晒，小心翼翼，好似求人咁。對面係佢嘅親生仔，呢個唔係電影對白，係真實錄音。琴日李家鼎同細子細新抱之間幾段私密錄音，被大仔李永漢直頭捅咗俾港媒。錄音一出嚟，成個網都炸開。老爺子卑微求飯，新抱逐月審計生活費，被人威脅再嘈就嗌非禮，每一段都令人聽到背脊發涼。但件事遠唔係咁簡單。錄音曝光之後唔夠24個鐘，細仔李永豪火速出面回應，全盤否認軟禁老豆，反手指控大哥李永漢幾十萬咁由老豆個袋入面偷錢。兩兄弟互嚇唔停，各講各話。一邊係81歲老人求飯嘅淒慘錄音，一邊係孝順人切同吸血指控嘅羅生門。呢出豪門爭產連續劇越演越烈，有人撐大哥，話佢曝光錄音係為咗救老豆；有人撐細佬，話大哥肯到老豆驚咗佢。今日我哋由嗰段最揪心嘅求飯錄音開始，到新抱查數、車禍細節，再到兩兄弟隔空互鬧，將成件事由頭到尾列一次。邊個講大話？邊個做戲？答案可能就收埋喺錄音入面。第二部分最揪心嘅求飯錄音，81歲老人卑微到塵入面。喺舊年6月嘅一段錄音入面，老爺子自己講得清清楚楚，把聲好細，好似確認對面冇人偷聽之後先敢開口。佢話細仔李永豪唔俾佢出門口，新抱更加直頭拋下狠話，叫佢唔好嘈唔好動。最離譜嘅係嗰句，如果再嘈就嗌救命非禮。一個81歲嘅老人家被新抱威脅要嗌非禮，呢句說話邊個聽咗都要呆一呆。一個後生女嗌非禮，周圍人會信邊個？唔使諗都知，呢招唔係防盜，係封嘴。錄音入面仲有一段更加令人心酸。鼎爺話佢想出街買啲嘢食，新抱攔住唔俾。佢肚餓，唔敢講；想出門，唔敢行。最後真係頂唔順，先偷偷打電話俾大仔，你送啲飯過嚟俾我食。把聲入面冇憤怒，冇控訴，淨係卑微。一個老豆同個仔開口要啖飯，語氣好似同施捨者討嘢咁。咩叫晚景淒涼？呢個就係。更加令人心噏嘅係，鼎爺喺另一段錄音入面仲提到，有次佢真係餓到頂唔順，自己偷偷煮咗碗杯麵。新抱見到之後大發脾氣，話佢唔聽話，將杯麵連煲帶麵掉咗入垃圾桶。鼎爺講呢啲嘅時候，把聲平靜到恐怖，唔係唔難過，係難過太多次，喊唔出嚟啦。第三部分，新抱查數，每個月生活費唔可以超過3萬。再往下聽，係新抱查數嘅片段，時間跨度係舊年7月到11月，短短5個月。老爺子一共使咗16萬6千蚊，平均落嚟每個月3萬3千蚊。呢筆數入面包啲咩？鼎爺嘅日常開銷、醫藥費，仲有佢偷偷塞俾大仔嘅啲錢。新抱攞住條數一項一項質問：呢筆錢去咗邊？嗰筆錢點解咁多？要求每個月生活費唔可以超過3萬。佢講嘢嘅語氣唔似新抱對老爺，似財務對下屬。3萬蚊喺香港租間像樣嘅樓就去掉一大半。一個81歲嘅老人家要食飯、要睇醫生、要食藥，3萬蚊真係多咩？期間仲特意提咗一嘴老爺子偷偷走去櫃台提錢出咗車禍件事，講嚟講去都喺暗示呢個係老天爺都唔俾佢亂使錢。車禍件事係咁嘅，鼎爺瞞住細仔兩公婆去銀行提錢。過馬路嗰陣被車擦親，仆咗落地，對腳仔擦損一大片。新抱知道之後，第一反應唔係爸你傷得重唔重，而係你睇，叫你唔好出去，你偏要出去。一個81歲嘅老人家偷偷去提自己嘅錢，出咗車禍。新抱唔單止冇心痛，反而將呢件事當證據，證明佢唔應該自己管錢。呢段錄音聽完，
好多人第一反應係鼎爺真係被軟禁，唔係鎖喺屋企嗰種軟禁，係用規矩、用查數、用威脅圍住嘅軟禁。你出唔去，唔係因為門鎖咗，係因為出去咗冇人俾飯你食。第四部分，細仔唱聲，你做人有問題。細仔李榮豪喺錄音入面嘅態度都好唱，佢同老豆講唔好講大話，意思係除咗佢呢個做老豆嘅，冇人願意將錢塞入大哥李永漢隻手入面。仲講老爺子做人有問題，呢幾年要唔係命好，早就被人整爛晒。呢段話嘅信息量好大。第一，李永豪認為大哥喺啜老豆嘅血，呢個係佢控制老豆財務嘅理由。第二，佢對老豆嘅態度唔係仔對老豆嘅尊重，更加似我喺度幫你，你唔好唔識好歹。第三，做人有問題呢種說話由一個仔口入面講出嚟，已經唔係一般家庭糾紛啦。錄音入面聽得出鼎爺冇反駁，淨係沉默。嗰種沉默唔係默認，係冇力。佢已經唔想爭啦，爭咗咁多年，爭贏咗又點？家已經散晒。第五部分，細仔火速回應，全盤否認。錄音曝光第二日，5月9號凌晨，細仔李榮豪火速出面回應，佢對軟禁老豆呢件事全盤否認。佢話當時語氣惡係因為之前同老豆嘈過交，嘈交嘅根源就係大哥李永漢成日揾老豆要錢，一開口就幾十萬咁攞，新抱睇唔過眼，先要查數，限制老豆嘅生活費。至於大哥指控佢攞咗老爺子340萬呢件事，李永豪更加直接叫板，將證據擺出嚟，唔好喺度亂撕水。呢邊大哥被指攞咗200萬，嗰邊細佬被指攞咗340萬，兩兄弟互嚇唔停，各講各話。李永豪仲特意提到一件事，鼎爺曾經主動將所有財產交俾佢打理。佢講呢句話嘅意思係唔係我搶嘅，係爸自己俾嘅。說話冇錯，但問題在於一個81歲嘅老人家將財產交俾個仔，係心甘情願定係被逼到心甘情願？錄音入面嘅鼎爺連食啖飯都要偷偷打電話，佢真係可以心甘情願咁將所有錢交出去咩？第六部分，鼎爺嘅矛盾點解前後講法唔一樣？值得玩味嘅係李家鼎自己曾經公開講過，話細仔新抱平時幾孝順，仲主動將自己所有財產交俾細仔李永豪打理。但錄音入面佢哭訴被軟禁，被限制生活費，甚至連食飯都要求人，同佢口入面孝順嘅講法形成咗巨大反差。到底邊一段先係呢個家庭最真實嘅樣子？可能都係真實嘅。細仔平時確實會送飯，會照顧，但同時也會查數，會限制。孝順同控制喺同一個屋檐下面並行唔悖。鼎爺話佢哋對我幾好，可能都係真心嘅，因為佢已經習慣啦，習慣到唔覺得被查數係冒犯，唔覺得被威脅係傷害。81歲啦，佢淨係想有人管佢食飯，有人陪佢睇醫生。至於是照顧定係控制，佢已經分唔清，或者唔想分清。心理學上管呢種現象叫習得性無助。當一個人長期處於被控制嘅狀態，佢會慢慢失去反抗嘅意願，甚至開始幫控制者講好說話。唔係因為佢傻，係因為佢驚反抗之後，連而家呢少少好都冇晒。第七部分，大哥嘅吸血錄音，45歲擺爛啃老。呢場紛爭早就有跡可循。李家鼎之前都放過一段錄音反擊，呢段錄音入面大仔嘅態度先叫一個生猛。自稱中學都冇畢業，搵唔到工，淨係靠老豆養，名下仲壓住48萬借款未還，開口就要每個月5萬生活費，仲盯住老豆嗰200萬存款。老豆話自己年紀大，工作量少，想俾少啲嗰陣，大仔李永漢即時反面，威脅要將祖屋按揭咗套現。呢段一一曝光，李永漢算是形象徹底崩晒。大哥嘅嘴臉同細佬嘅控制，邊個更加令人心寒？冇得比，一個往外掏錢，一個往入面鎖錢。
一個明要，一個暗管。鼎爺被夾喺中間，成咗兩個仔角力嘅戰場。佢唔係唔心痛大仔，係真係比唔起啦。都唔係唔知道細佬管得太多，係佢嘅晚年生活全靠細佬，佢唔敢講唔。第8部分，網民熱議81歲唔應該再操呢份心。件事發酵之後，網民炸開晒。有人話之前都有位老港星被幾個仔女輪流告，最後都係自己出面澄清先指到。有人話老爺子81歲啦，想食啖飯仲要求人送，呢個年紀真係唔應該再操呢份心。仲有人話兩兄弟都唔係省油嘅燈，大哥肯老，細佬控制，最慘係嗰個81歲嘅老人家。錢同親情搞埋一齊，從來就冇贏家。鼎爺嘅遭遇之所以令咁多人破防，係因為佢戳中咗一個普遍嘅痛點。當父母老咗，佢哋嘅錢到底係邊個嘅？係佢哋自己嘅，定係仔女嘅？按照法律，錢係父母嘅；按照傳統，錢遲早係仔女嘅；按照某啲仔女嘅邏輯，錢已經係佢哋嘅啦，只不過暫時仲存在父母名下。呢種邏輯喺李榮漢嘅錄音入面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你嘅錢就係我嘅錢，呢句說話佢冇講出口，但每一句都喺度講呢個意思。第9部分，鼎爺嘅困境，錢冇咗，家都散晒。無論點都好，都希望呢場紛爭可以早日平息，等老爺子可以安安穩穩咁過埋餘生。但現實係，錢冇咗可以再賺，家散咗就真係翻唔轉頭。錄音入面嘅鼎爺唔似一個被軟禁嘅人，都唔似一個被孝順嘅人，佢淨係一個81歲嘅老人家，想食飯，想出門口，想安安靜靜過完剩下嘅日子，但佢做唔到。因為佢嘅錢被兩個仔盯住，佢嘅生活被兩個仔安排好，佢連肚唔肚餓都唔可以自己話事。最扎心嘅係，佢喺錄音入面講嗰句：你送啲飯過嚟俾我食，唔係命令，唔係要求，係請求，係哀求。一個老豆對自己個仔用呢種語氣講嘢，呢場爭產大戰，兩兄弟邊個贏？唔知，但鼎爺已經輸晒。輸到甩晒架。第10部分，你點睇？一個81歲嘅老人家肚餓緊，偷偷打電話俾個仔，你送啲飯過嚟俾我食，把聲壓得好低，驚俾新抱聽到。佢唔係冇錢食飯，係佢嘅錢被管住啦。佢唔係冇人照顧，係照顧佢嘅人同時亦喺度控制佢。大仔錄音入面嗰句唔俾錢就將組屋按揭，同細仔錄音入面嗰句你做人有問題，邊句更加傷人？可能都傷人，但最傷人嘅係鼎爺喺錄音入面由頭到尾都冇一句反駁，唔係唔想講，係講唔喐啦。聽完呢段囚犯錄音，你覺得鼎爺嘅處境更加接近被軟禁，定係被過度保護？如果你係鼎爺，你會將錢交俾邊個？喺留言區話俾我知。